早晨，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早晨。風紀姐姐，多謝你哋無時無刻咁樣幫助我哋。風紀姐姐，多謝你哋幫我哋維持校園嘅秩序。風紀姐姐，多謝你犧牲咗休息嘅時間維持校園秩序。風紀姐姐，多謝你。我都希望4年級嘅時候可以做到風紀。風紀姐姐，多謝你呀！你哋成日喺小息嘅時候幫我哋，多謝你呀！多謝你成日幫我哋呀！我愛你呀！風紀姐姐，你哋係我哋個榜樣，大家都想一齊做一個風紀。風紀姐姐，你肯定係我嘅 7-Eleven， 因為你成日出現喺我身邊。風紀姐姐，你喺我有需要嗰陣時第一時間衝出嚟。風紀姐姐，喺我總會唔舒服時，第一交代俾我嘅係你。風紀姐姐，喺賽跑之中，你一定係攞第一，因為你嘅行動係最快嘅。多謝風紀姐姐喺我有需要嘅時候會幫助我。當我唔舒服同埋受傷嘅時候，你會幫助我。當我有需要揾老師嘅時候，你會出現。多謝你維持學校嘅秩序。風紀姐姐，多謝你。大家好，我哋係今年嘅風紀隊長。我係6A 班吳永樂。我係6B 班羅海緹。我係6C 班陳慧儀。我係6D 班鄧思晴。好榮幸我哋今年可以成為風紀隊長，好感謝老師給予我哋一個咁寶貴嘅經驗，讓我哋可以以身作則，公正無私，協助老師維持校園秩序，並且成為同學們嘅好榜樣。過去1年係我畢生難忘嘅體驗。雖然做風紀要負擔唔同嘅責任，例如喺早會前小息同埋唔識幫老師守秩序，我哋都要隨時照顧身體唔舒服嘅同學仔，有時候都要幫同學揾需要嘅老師，但係犧牲自己嘅休息時間都值得嘅。成為咗風紀之後，除咗可以幫學校當值，我令我最期待同埋印象深刻嘅就係風紀訓練日。喺風紀訓練日入邊，老師透過唔同嘅遊戲，令我哋明白到責任同團隊精神嘅重要性。時間過得好快，6年級嘅風紀即將畢業，嚟緊老師都會選出新嘅風紀，被選中嘅同學要努力維持學校嘅秩序，就算冇當選都唔緊要，因為每個人都係獨一無二嘅，你可以擔當其他職務，為學校服務。無論你擔任邊一個崗位，都要好好記住學校嘅校訓，為一切人成為一切。多謝大家。